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45。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初分譬喻品第11之4。復次，善現，菩薩摩訶薩烏有者，若不為說摩是摩訶，唯有獲摩作父母形象，來至菩薩摩訶薩所，告言：子，汝當精勤求證預流，一來不還阿羅漢果，捉得永離生死大苦，速證涅槃究竟安樂，何用怨趣舞上菩提？求菩提者，要經無量無數大劫，輪迴生死教化有情，捨身捨命斷枝斷節，徒自勤苦誰賀與因？所求菩提或得不得？善現，若不為說如是等事令覺悟者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烏有。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為此烏有之所攝受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其心有驚有恐有怖。復次，善現，菩薩摩訶薩烏有者，若不為說摩是摩訶，唯有獲摩作拔初等形象，來至菩薩摩訶薩所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常無常想可得，說受想行志常無常相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樂苦相可得，說受想行志樂苦相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我無我相可得，說受想行志我無我相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淨不淨想可得，說受想行志淨不淨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空不空想可得，說受想行志空不空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受想行志無相有相相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無願有願想可得，說受想行志無願有願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受想行志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受想行志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處常無常想可得，說耳鼻舌身意處常無常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處樂苦相可得，說耳鼻舌身意處樂苦相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處我無我相可得，說耳鼻舌身意處我無我相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處淨不淨想可得，說耳鼻舌身意處淨不淨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處空不空想可得，說耳鼻舌身意處空不空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處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耳鼻舌身意處無相有相相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處無願有願想可得，說耳鼻舌身意處無願有願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處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耳鼻舌身意處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處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耳鼻舌身意處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處常無常想可得，說聲香味觸法處常無常相可得，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處樂苦相可得，說聲香味觸法處樂苦相可得，
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處我無我相可得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我無我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處淨不淨想可得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淨不淨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處空不空想可得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空不空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處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無相有相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處無緣有緣想可得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無緣有緣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處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色處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界常無常相可得，說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界樂苦相可得，說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樂苦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界我無我相可得，說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界淨不淨想可得，說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淨不淨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界空不空想可得，說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界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無相有相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界無緣有緣想可得，說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無緣有緣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界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眼界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耳界常無常想可得，說聲界、耳智界及耳觸，耳觸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耳界樂苦相可得，說聲界、耳智界及耳觸，耳觸為緣所生諸受樂苦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耳界我無我想可得，說聲界、耳智界及耳觸，耳觸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耳界淨不淨想可得，說聲界、耳智界及耳觸，耳觸為緣所生諸受淨不淨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耳界空不空想可得，說聲界、耳智界及耳觸，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耳界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聲界、耳智界及耳觸，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無相有相相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耳界無緣有緣想可得，說聲界、耳智界及耳觸，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無緣有緣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耳界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聲界、耳智界及耳觸，耳觸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已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耳界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聲界、
以智界及以足，以足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被界常無常想可得，說香界、被智界及被足，被足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被界樂苦相可得，說香界、被智界及被足，被足為緣所生諸受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被界我無我相可得，說香界、被智界及被足，被足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被界淨不淨想可得，說香界、被智界及被足，被足為緣所生諸受淨不淨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被界空不空想可得，說香界、被智界及被足，被足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被界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香界、被智界及被足，被足為緣所生諸受無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被界無願有願想可得，說香界、被智界及被足，被足為緣所生諸受無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被界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香界、被智界及被足，被足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被界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香界、被智界及被足，被足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舌界常無常相可得，說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足，舌足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舌界樂苦相可得，說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足，舌足為緣所生諸受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舌界我無我相可得，說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足，舌足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舌界淨不淨想可得，說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足，舌足為緣所生諸受淨不淨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舌界空不空想可得，說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足，舌足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舌界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足，舌足為緣所生諸受無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舌界無願有願想可得，說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足，舌足為緣所生諸受無願有願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舌界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足，舌足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舌界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足，舌足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身界常無常相可得，說觸界、身智界及身觸，身觸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身界樂苦相可得，說觸界、身智界及身觸，身觸為緣所生諸受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身界我無我相可得，說觸界、身智界及身觸，身觸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身界淨不淨想可得，說觸界、身智界及身觸，身觸為緣所生諸受淨不淨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身界空不空想可得，說觸界、身智界及身觸，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身界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觸界、身智界及身觸，
身足為緣所生諸受無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身界冇願有願想可得，說足界、身自界及身足，身足為緣所生諸受冇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身界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足界、身自界及身足，身足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身界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足界、身自界及身足，身足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意界常無常相可得，說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足，意足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意界樂苦相可得，說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足，意足為緣所生諸受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意界我無我相可得，說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足，意足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意界靜不靜想可得，說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足，意足為緣所生諸受靜不靜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意界空不空想可得，說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足，意足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意界冇相有相相可得，說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足，意足為緣所生諸受冇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意界冇願有願想可得，說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足，意足為緣所生諸受冇願有願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意界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足，意足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意界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足，意足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地界常無常想可得，說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地界樂苦相可得，說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地界我無我相可得，說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地界靜不靜想可得，說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靜不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地界空不空想可得，說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空不空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地界冇相有相相可得，說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冇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地界冇願有願想可得，說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冇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地界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地界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苦聖諦常無常相可得，說集、滅、道聖諦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苦聖諦樂苦相可得，說集、滅、道聖諦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苦聖諦我無我相可得，說集、滅、道聖諦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苦聖諦靜不靜想可得，說集、滅、道聖諦靜不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苦聖諦空不空想可得，
說集滅，道聖諦空不空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苦聖諦無相有相相可得。說集滅，道聖諦無相有相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苦聖諦無願有願想可得。說集滅，道聖諦無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苦聖諦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說集滅，道聖諦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苦聖諦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說集滅，道聖諦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無明常無常相可得。說行智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嘆苦憂惱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無明樂苦相可得。說行智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嘆苦憂惱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無明我無我相可得。說行智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嘆苦憂惱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無明淨不淨想可得。說行智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嘆苦憂惱淨不淨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無明空不空想可得。說行智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嘆苦憂惱空不空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無明無相有相相可得。說行智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嘆苦憂惱無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無明無願有願想可得。說行智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嘆苦憂惱無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無明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說行智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嘆苦憂惱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無明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說行智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嘆苦憂惱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靜慮常無常想可得。說四無量四無色定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靜慮樂苦相可得。說四無量四無色定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靜慮我無我想可得。說四無量四無色定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靜慮淨不淨想可得。說四無量四無色定淨不淨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靜慮空不空想可得。說四無量四無色定空不空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靜慮無相有相相可得。說四無量四無色定無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靜慮無願有願想可得。說四無量四無色定無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靜慮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說四無量四無色定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靜慮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說四無量四無色定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
說四念住常無常相可得，說是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教支，八聖道支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念住樂苦相可得，說是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教支，八聖道支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念住我無我相可得，說是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教支，八聖道支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念住淨不淨想可得，說是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教支，八聖道支淨不淨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念住空不空想可得，說是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教支，八聖道支空不空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念住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是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教支，八聖道支無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念住無願有願想可得，說是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教支，八聖道支無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念住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是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教支，八聖道支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四念住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是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教支，八聖道支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空解脫門常無常想可得，說無相，無願解脫門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空解脫門樂苦相可得，說無相，無願解脫門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空解脫門我無我想可得，說無相，無願解脫門我無我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空解脫門淨不淨想可得，說無相，無願解脫門淨不淨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空解脫門空不空想可得，說無相，無願解脫門空不空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空解脫門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無相，無願解脫門無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空解脫門無願有願想可得，說無想，無願解脫門無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空解脫門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無想，無願解脫門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空解脫門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無想，無願解脫門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布施波羅蜜多常無常相可得，說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布施波羅蜜多樂苦相可得，說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布施波羅蜜多我無我相可得，說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布施波羅蜜多淨不淨相可得，說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淨不淨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布施波羅蜜多空不空相可得，說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空不空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布施波羅蜜多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無相有相相可得。
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布施波羅蜜多無願有願相可得，說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無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布施波羅蜜多寂靜不寂靜相可得，說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布施波羅蜜多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五眼常無常想可得，說六神通常無常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五眼樂苦相可得，說六神通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五眼我無我相可得，說六神通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五眼淨不淨想可得，說六神通淨不淨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五眼空不空相可得，說六神通空不空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五眼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六神通無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五眼無願有願想可得，說六神通無願有願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五眼寂靜不寂靜想可得，說六神通寂靜不寂靜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五眼遠離不遠離想可得，說六神通遠離不遠離想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佛十力常無常相可得，說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常無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佛十力樂苦相可得，說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樂苦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佛十力我無我相可得，說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我無我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佛十力淨不淨相可得，說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淨不淨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佛十力空不空相可得，說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空不空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佛十力無相有相相可得，說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無相有相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佛十力無願有願相可得，說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無願有願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佛十力寂靜不寂靜相可得，說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寂靜不寂靜相可得。以有所得為方便，說佛十力遠離不遠離相可得，說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遠離不遠離相可得。善現
若不為說如是等事令覺悟者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烏有。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為此烏有之所攝受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其心有驚有恐有怖。復次，善言，菩薩摩訶薩烏有者，若不為說摩士摩訶，唯有獲摩作菩薩摩訶薩形象，來至菩薩摩訶薩所，教觀內空有所得，教觀外空、內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勝義空、有為空、無為空、不境空、無際空、散空、無變異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無性空、自性空、無性自性空有所得。教修有所得四靜慮，教修有所得四無量、四無色定，教修有所得四念住，教修有所得四正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教支、八聖道支，教修有所得空解脫門，教修有所得無相、無願解脫門，教修有所得布施波羅蜜多，教修有所得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，教修有所得五眼，教修有所得六神通，教修有所得佛十力，教修有所得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18佛不共法、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善言，若不為說如是等事令覺悟者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烏有。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為此烏有之所攝受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其心有驚有恐有怖。是故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於諸烏有應速舍離。初分菩薩品第12之一。爾時具受善現白佛言：世尊，所言菩薩是何句意？佛告善現：無句意是菩薩句意。所以者何？善現：菩提不生，薩埵非有故，無句意是菩薩句意。善現：如空中鳥迹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：如幻視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：如夢境句意、陽焰句意、光影句意、空花句意、像句意、響句意、沉香成句意、變化事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：如真如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：如法界句意、法性句意、法住句意、法定句意、不虛妄句意、不變異句意、離生性句意、平等性句意、實際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復次，善現：如幻視色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：如幻視受、想、行、知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：如幻視眼處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：如幻視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意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：
如幻是色處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眼界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色界、眼智界及眼觸，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耳界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聲界、耳智界及耳觸，耳觸為緣所生諸受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鼻界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香界、鼻智界及鼻觸，鼻觸為緣所生諸受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舌界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味界、舌智界及舌觸，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身界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觸界、身智界及身觸，身觸為緣所生諸受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意界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法界、意識界及意觸，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地界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智界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苦聖諦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集、滅、道聖諦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無明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行、智、名色、六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
老死愁嘆苦憂惱懼二無所有不可得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四靜慮句二無所有不可得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四無量、四無色定句二無所有不可得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四念住句二無所有不可得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四正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教支、八聖道之句二無所有不可得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空解脫門句二無所有不可得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善現，如幻是無相、無願解脫門句二無所有不可得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菩薩句二無所有不可得，亦如是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45。